唔是微信写的么？无再讲看手机的咧，手机的要本看来了。算来很用的啦。侬按好笑喏，一上人对点手机的发现。阿妹，无关心爱含小爱，哪有遐种阿妹啦？好啦，蒙出来讲，手机用的人发现啊。佮前几日微信是为了冻结，根本伊唔伫遐用的，微信是为了冻嘛。按的你就看哦，你按键那么共同按哦。头摆啊，也把叫我时间，差不多。也把迄用来上多，我种推出去哦。哎哦，那条头摆谈恋爱是七只来哦。阿婆，有人按开翻啦，都吃起来啊！这是阿婆，我是冇按开放哦，我都收到3封信，要当做来见面哦。我真呱呱，因为共同的良杀大傻瓜，一个那手机谈恋爱，一个那心谈恋爱。哎呀，为这家来，真是谈恋爱。哪有抢唔着？靠手机的，靠心的，爱都会开始。时态要进步，谈恋爱事业退步。阿婆，你搁讲甲对的，听我讲要谈恋爱啦。行业家庭模式，日来报名。都冇人哦，全职去谈恋爱啊。